面對少子化危機，議員余主清在總日巡以今年1月到4月平均生育率，台南已經是全國上低，來進一步檢討生育津貼，希望市府愛護第一胎成為目標，對生產過程的支出、疫苗的補助等基本的開銷來思考如何降低負擔，和父母加生。同時，成立少子化跨局處專案小組，對根本對市府會當加碼解決的部分來提升生育率。如果我們地方能夠把一套完善的一個制度，我們該怎麼樣去讓這一些人敢生，讓年輕人敢生，然後去輔助他們生小孩之後，我們後續該怎麼樣去輔導小孩，去教育小孩，然後在職場上怎麼樣得到友善的妥善，所以我都一一把它列出來了。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希望副市長你能夠有一個承擔力啦吼，把這些全部攏揪起來了。這個我那這幾個局處應該都有開過會了，但是有關於我們市府能做的部分，我們一定要全力來辦理。對，所以我覺得要成立一個跨局處的這個專案小組來解決這少子化對應的辦公室哈，或是對應小組好，我們覺得把它用這樣的方式，大家才會時時記得這樣子的一個好，或是這個少子化對應的匯報好，每3個月或每幾個月開一次，類似這樣。對，現代人面臨的經濟負擔、脫育的壓力、加職場的衝突，以專家研究，敢若靠生育獎勵金對提升生育率，確實效果有限。所以議員嘛建議以累進式的用利福利，對一胎支持、二胎加碼、第三胎的跳階公開獎勵來做，希望多管道來提升民眾生育的意願。台南新聞，阮吉張樹維採訪報道。